饮高客的柳丁真出名。香港所伫即个拜六礼拜要来举办柳丁节，推广在地又一个柳丁。 高雄乡内种植柳丁的面积有1000多公顷，嘛是全台湾柳丁产量上济乡镇。为了推广在地好食柳丁，高雄乡公所准备伫咧高坑20磅坑举办柳丁节。今年的柳丁产量大概相较去年减少大概40%以上。那因为这1个月来也没有下雨，所以今年的甜度会很高。柳丁唔有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嘛是台湾福气最好。为着柳丁发挥上好的影响，乡公所嘛推出柳丁汁，互大人囡仔会当啉到旧时好啉的果汁。这个纤维质啊，是一个最好的，可以讲说整肠。那另外的话，它非常容易携带，哈，那1粒2粒体力就给。这摆柳丁节活动准备伫咧12月初2、初3举办，欢迎全国民众小少来遮佚佗行踏，同齐享受全台湾上优质的柳丁。 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